我是龙子的侍女，你知道你还装傻？是谁指使你的？童之行。哎呀，跟我爸爸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弄疼我了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我连一朵都没说。那我还得谢谢你。哎呀，本来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我没说这是什么大事儿。对啊，那你这么隐藏起来不辛苦吗？我有什么辛苦？那早晚都会被人知道的。我从中学开始就一直隐瞒这件事情，以前没人知道，以后也不会有。可是关心你的人迟早是会知道的。我是个聋子又怎么样？我也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，甚至比他们活得更好。你去哪儿啊？我不需要你同情。我没有同情你。好，你不是想证明自己吗？那就跟我到舞池里好好跳上一曲，让他们知道你跟他们没什么不一样，而且比他们过得更好。各位来宾，由我们家电风尚举办的舞会沙龙即将开始。下面，安琪，你在找同一念吗？然后在当场之后，我们会选择最佳的拍档。我看到陆向北带着他离开了。哎，你呀，安琪怎么说你才好呢？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，失去了又不敢放手，你这样是会受伤的。好女孩多的是，姐给你一个忠告：做儿女的最重要的就是听父母的话。是，有的时候他们说的话是不好听，但句句都是真理。姐，你今天晚上怎么了？跟姐夫吵架了？我是很想吵，我很想像个正常的女人那样跟自己的丈夫大吵大闹，可有这个资本吗？早知如此，我就应该听妈的话。姐，你别这么说。对了，今天晚上妈也很奇怪。以前像这种场合的话，她都是争着要来的，可是今天晚上却……我也发现，从昨晚开始，她好像有点不对劲儿。是啊。沈太太，听说你在这行干了很多年，我们的服务保证让你满意。帮我调查一下照片上女人和孩子的来历。这个是给你的定金，我希望你能够守口如瓶。你放心，我们会为客户保密的。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大家进入舞池。不用紧张。谁紧张？哎，没事，我带你跳。不用你带着我跳，我又不是瞎子。我看别人怎么跳，我就跟着跳。
还是我来吧。你看着我的嘴，我给你数拍子吧。准备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
学得还挺快的嘛。三姐，爸爸还没睡呢。啊，这么晚才回来，陆向北送你的。哦，他本来要送我的，后来我给拒绝了。今天大家都忙了一天，我让他回去休息了。什么话？他忙了一天了，你怎么从来不说你老爸忙了一天了？你不是喜欢上他了吧？爸爸，你别胡说八道的。我现在刚刚从失恋的阴影里走出来，我要找到新的生活目标，好好奋斗。这还差不多。我告诉你啊，下次再谈恋爱要早点告诉我，让我给你把把关。知道啦，我要是再找男朋友的话，一定照老爸的标准找。好，我同意。对了，爸爸，我准备明天就搬回合租房了。这么快就要走啊？你就不能在家多陪陪我吗？爸爸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以后每个周末早上我都回来陪您吃早餐。好了，我先上去了，爸爸晚安，我爱你啊。你吓死我了你！醒啦。
这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出现在这儿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就是我决定搬回来了。哈，哎，你们这些有钱人家的小孩真奇怪，放个大房子不住，就要来跟我这小地方挤。要不我跟你换换？行啊，那我跟我爸说，从今天开始你做他的女儿。切！不过你能回来太好了，一切就恢复正常了。我也有惊喜要给你。早餐呢，我已经全部为你准备好了。你能不能先刷牙？因为真的好臭哦。儿子，一定要吃早餐，注意休息。你今天开始正式工作了，一朵。以后你就是我梁妈私房菜唯一的嫡传弟子。是师傅，一念听见没有？我现在可是梁妈唯一的嫡传弟子，好好努力啊！连你都找到奋斗目标了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梁妈，从今往后有什么脏活累活交给我干。送外卖去。康华，就你一人在啊？咱爸妈他们呢？爸去打球，妈说没胃口不吃。康琪还没起床。我不饿，我上班去了啊。康华，你要迟到了。你好，我找陆向北，告诉他我叫沈康琪。先生，您稍等。陆总你好，有一位叫沈康琪的先生找您。好的，先生您请进。通总你好。刚才那男人干嘛？他是来找陆总的。我还以为你会避开我呢。把门关上，我可不想成为八卦新闻的头条。我喜欢光明正大的交流，
不喜欢背后搞小动作。你在华彩所做的一切，其实很不光彩。就算你跳槽到完美，我照样看不起你。我这个人做事情不光彩，让你看不起，全收到了。还有别的要说吗？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对依念是真心的吗？一个抛弃了前度女友的男人，竟然敢问我是不是真心？回答我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会来找我，是因为昨天晚上我挽着你的前度女友跳舞，所以你心里不舒服。沈康琪，你根本就没有长大。每个男孩都喜欢争抢，明明自己已经放下的玩具，也不许任何人去碰。住口！依念不是玩具。可你就好像抛弃玩具一样抛弃了她，不是吗？我对依念的感情，不需要你来评价。沈大少爷，你与其跑来我这里兴师问罪，还不如回去找你那位心爱的老爸，问他有没有做过亏心事吧。你干嘛扯上我老爸？我不许你侮辱他。我有这个必要侮辱他吗？他的所作所为，足以让每一个姓沈的人蒙羞。我爸做了什么事啊？回去问他呀。这是你做的，陆湘北，你也太卑鄙了吧！这可是我送给童一念最后的一个礼物。你最后送给童一念的只有分手，其他东西根本没有任何意义。拿回去，送给别人吧。陆湘北，其实我这一次找你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有几句话想对你说。我跟一念在一起3年了。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分手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她今后的日子能过得好一些。依念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，我希望你能够好好对她，不要让她再受伤害。沈孟德的儿子来找陆湘北干什么来了？随便转转吧。你看沈康琪那样，一定是依依把他给甩了，现在在跟陆湘北谈恋爱。不会吧，童总，您别瞎猜了。哎呀，这事儿可过不了我大哥这关呐。为什么呀，童总？我觉得陆总跟童一念男才女貌，挺般配的呀。以后告诉你。该上班了嘛，我就来碰碰运气。你怎么穿这身呢？妈，漂亮吧？漂亮，你穿什么都漂亮。哎呀，谢谢夸奖啦。还有啊，谢谢你鼓励我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都外师了。是吗？我就说你很勇敢嘛。你也很勇敢啊，敢住在我家的男人啊，你是头一个。那天晚上谢谢你哈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公司刚好赞助那档美食节目，我保证让你如愿以偿。真的？当然了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嘛。太好了！一朵，你过2天有空吗？啊，我的朋友们约我去聚会，然后顺便去唱歌，你就一起去呗。真的？啊！哎呦，我超爱唱歌的，我可是个麦霸，绝不会让你丢人。是吗？啊，那太好了，那谢谢你啊。
完美集团副总裁陆向北他是聋子？什么？长这么帅，太可惜了吧？我们在杨浦有家分店，销售额一直不好，就是因为对面是华彩的旗舰店，他们卖什么都比我们火，搞得这家分店销售额一直垫底。童知晓在分管销售部的时候，曾经建议我关了这家店，你怎么看？我们那家店虽然营业额不高，但位置很好。如果能够把它搞起来，压过他们的旗舰店，那将会是我们打败华彩，以全新面貌示人的好机会。再说了，童董刚当上了副会长，在气势上，不管怎么样都要压过沈孟德。所以我觉得，那家店非但不能撤，而且要更好的把它经营下去。有道理。你接着说。只要我们想办法提升那家店的营业额，哪怕只有一次打败华彩，那么沈孟德就会颜面无存。好，这样，你现在就过去一趟，看看那个店应该怎么个搞法。不管花多少钱，只要能压过华彩的旗舰店，我一定支持你。张秘书，你现在马上派车送陆总去杨浦路卖场。对，现在。陆向北，看到陆总监了吗？没有，没看到啊。不会吧？小梅哥一定还不知道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走开，我有事。天哪，陆向北是个聋子。自己看，随便看。像口水。随便看一下啊。我吃过一家小龙菜，特别好吃。今天晚上我带你去啊！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。我猜呀，你肯定特别爱吃。谁是这里的负责人？你要买什么东西啊？收银台在前边。哎，走，咱们现在就去。你是店长。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上班时间？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什么人呢？切，别理他，走。我叫陆向北，完美集团副总裁，专门负责所有卖场的销售工作。需要看证件吗？对不起，陆总，我。上班时间啊，玩手机，打瞌睡，吃零食。你身为店长，居然还带头聊天，你告诉我，你这是什么样的团队？我知道，华彩的旗舰店开在你们对面，抢走了你们所有生意，所以你们无所事事，对吗？不过我相信，这世上只有两种人，第一种。越战越勇。第二种，不战而降。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哪一种人，但是我肯定，原来他是个聋子啊！真没想到，原来他是聋子啊！
弟，你几个意思啊你？今天这个右眼啊，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心里跳得慌慌的。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呢？呸呸呸！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？这叫左眼跳灾，右眼跳财。行，说了算了。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两妈！你们快看！陆经理是聋子啊！梁妈，师傅没事吧？快给小梅打电话。我给他打过了，手机关机。我去公司找他，公司也没人。快点去把他找回来。念念，你去他家看看，他有没有回家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对，万一他没有回家，师傅他心情不好会去哪？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他有什么朋友啊？他会不会去找朋友啊？没有，我的儿子一个朋友也没有，他永远是那么孤独。莲妈，你别难过，我一定想办法找到他。求你了，一念，你一定要把向北找回来。他是最怕别人知道这件事，可是现在你让他怎么活？好，梁妈，你放心，我马上找他回来，一定要看好梁妈。快去啊！师傅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，师傅。快去找向北，快点去找向北。会的。找到向北。没事，会没事的啊。喂，外公，我是英英。怎么了？我联系不上向北哥了，怎么办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向北哥他是聋人的事情被记者曝光了，怎么办啊？他一向小心谨慎，这件事怎么会被记者发现呢？都是那个童一念，姓童的。我真替向北哥着急，我怕他想不开会做出傻事的。我现在要去他公司找他。这样你先冷静点，不要去公司找他，否则就前功尽弃了。你在说什么啊，外公？我了解他的个性，这个时候他应该不会出现在童志行的面前。那他能去哪儿呢？找过小马没有？外公，你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小马。向北在哪儿？陆向北，你在家吗？通讯录在哪儿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莲妈，陆向北不在公寓，他电话打通吗？没有，我刚刚又给他发了个信息，他还没给我回呢。我怀疑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什么常去的地方吗？就是他不高兴就会去的那种地方。哦，妮妮，我想起一个地方，他真的有可能去那儿，那我们去找找啊。莲妈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妮妮，我现在好不舒服，梁妈求你，替梁妈去跑一趟，找找她。啊，梁妈，你放心，我会找到她的，你注意身体啊。
你没事吧？你走吧，我不需要别人同情。我不是同情你，我只是想在这里陪着你。我不需要人陪我。怎么会呢？每个人失落、孤独、伤心的时候，都需要有人陪伴的。你内心的那种孤独和无助，我可以体会得到，也可以理解。你告诉我，你能理解什么？葡萄哥哥的故事是假的。伤害你的，你是谁呀？我问你，你是谁呀？你聋了？真的聋了？我妈妈死了。说他很累，他们把他埋在了地洞里。我来找妈妈。傻瓜，那是墓地，不是地洞，你真是个小糊涂。如果我是小糊涂，那你就是小葡萄哥哥，谢谢你。可是那些故事都是我杜撰出来的，他的耳朵根本就听不见，所以他没有办法跟我说任何话。那个时候在酒窖里，只是我不停地说着，他就一直听着。就这样，我们度过了好几天。有一天我发烧，他把我送回去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。因为妈妈的去世，爸爸很难过，但是因为他很忙，所以他没有时间陪我。不管我有多伤心，我都只能自己忍受那种孤独。后来我就常常幻想，要是葡萄哥哥在，该有多好；要是他的耳朵能够听见，该有多好。这样他就可以陪着我一起唱歌，一起玩，一起开开心心的。甚至我孤独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能够陪我。我就这么在幻想和现实当中度过了我的童年。所以葡萄哥哥在我的记忆里，就成了我童年里最美好的那一段。你走吧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安慰你，你也无法安慰我。我不走，你想说话，我就听着；如果你不想说，我就静静地陪着你。我知道你习惯拒绝，但是我不习惯放弃。就因为你那个葡萄哥哥是个聋子，我也是个聋子，所以你就来同情我。我同情你又怎么样呢？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同情和理解。同情等于嘲笑。你别以为你小时候跟那个葡萄哥哥待过几天，你就很懂我们。也许我是不懂你在想什么，但有个故事，你应该听过吧？有一个人要自杀，他在临死之前吃了一颗樱桃，后来他发现樱桃很甜，他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。有时候生活和人生就是这样，你没有尝到樱桃，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都是苦涩的，所以你想要放弃。我知道你会读唇语，你可以听见很多我们听不见的流言蜚语，所以你觉得世界很黑暗，人生很痛苦。陆向北，我想告诉你，什么东西你都要用心去感受，而不是光听别人在说什么，这样你的人生会快乐很多，你会发现世界是很美好的。
找到陆向北了，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。找到向北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谢谢你。看来向北的亲生妈妈，冥冥之中还是在保护着自己的儿子呢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 哥呀，我就说这陆向北有事瞒着你吧，啊，没想到他还是个聋子，就不能少说两句吗？这回可倒好，就为了这个陆向北啊，下午整个公司都炸开了锅了。他们都说什么？还能说什么呀？说你用人不当呗。你等着吧，明天那些记者啊，就得堵着你门口采访，问你为什么用一个聋子。你这堂堂的董事长，怎么就这眼光啊？ 行了，陆向北要是倒台了，你能得到什么好处？我呢，只要有能力，我不管他是聋子还是瞎子。只是这个陆向北，这件事瞒的时间太长了，说明这个人心机很深呢。 妈，向北，你回来了。明念呢？太晚了，我让他先回去了。你为什么呀？你去哪儿了，儿子？你把妈妈吓死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个好儿子。不。 向北，你不就是因为耳聋吗？可你在妈的眼里，你是全世界最完美的孩子，知道吗？不要因为这点小事让自己心里有阴影，好不好？妈求你了。我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。今天就不回家了。就住在妈这儿吧，啊！你好久没回妈妈这儿住了，妈把床都给你铺好了，快去睡会儿吧。好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 接受这个事实，可它已经发生了，所以你要坚强。我和外公都是你永远的支柱，我们会支持你的，向北哥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实现报仇的心愿。你想想外公，想想你死去的亲妈，你一定可以的。 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
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